肺癌有一款是慢性淋巴性的白血病，病人真侪拢是6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因为初期无啥症状哦，病人会准这是食老的镜头，所以较好早期发现。医师就提醒讲，若是老大人哦，常常变瘦、定定发烧、人神神，淋巴结有症起，就要量早去检查。一个70多岁老阿伯本身有糖尿病，定定精神歹，连饭都食袂落，体重快速降低。本来想讲是血糖问题，后来就医检查才发现，原来是去治疗肺癌当中慢性淋巴性白血病。一开始呢，他们的诊断只是说因为他们一开始对没有贫血的症状，也没有血小板降低的症状，所以就会继续追踪。可是因为他的血球就越来越高，然后淋巴结开始肿大，所以才会去做积极的诊断。医师表示，慢性淋巴性白血病60岁以上的老大人较会去治疗，因为初期无明显的镜头，而且较会互人误会是脑坏现象，延误治疗，所以才互人叫做沉默的杀手。医师提醒，若身体不明原因体重减轻，定定会发烧，暗时流凊汗，佫会出现淋巴结的肿，规身躯荇豆豆这个镜头的时阵，都要提高警觉。很多症状都像感冒一样，就是他疲倦、累，然后发烧，那没有很特别的症状。很多病人就是因为他先抽个这个血球看看，就有意外发现，所以很多就是在症状不是很明显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109年，全台湾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患者拢总有241人，平均每年新增加200多位新发作的患者。因为这种患者大部分较侪血，佮有其他的病症，所以无法度负担骨髓移植，所以治疗的效果无好。不过今年7月开始，新一代口服标靶压制剂已经得到健保的给付，渴望让更较侪患者得到这个好处，控制病情，佮延长存活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